有一种句型是我会怎么做的。这种句型可以是情况，比如说重复题目的条件，再加上我会怎么做，再怎么做。ABC 是你做法的步骤，要注意题目要求你讲几样，你要控制在20秒内回答完成哦。比如这一题，很清早起来了后，头出门前前，要做你的事情，强很讲去时间。套用句型过后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回答：清早起来了后，我要先开洗面、洗牙，搁办衫裤，头尾尽力洗饱，去行路开好好啊。很大路上养出一只流浪狗，手搁耳着，真可怜。窗门很爱让做做，长较好。这一题呢，没有要求要讲几样，所以套用句型后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回答：我大路养出一只流浪狗，我要先摕物件，得规些，将联络动物保护器的人来岛上空气里。